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3月初8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7篇第1节到第3节，17节到22节。但以理书12章第5节到13节。以弗所书第1章第7节到1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罪得赦免。耶稣基督伫传福音的时阵，常常医治人。当伊咧医治人的时阵，也会去常常提到讲你的罪得到赦免啊。安尼的话一讲出，互遐个法利赛人甲祭司非常的受气。因为安尼，因就问耶稣讲：是甚物人赏赐你赦罪的权柄？其实安尼的问题，也对咱来讲，应该亲像真熟悉的一句话。出埃及记第2章的记载的中间，迄一位欺负伊的同胞的希伯来人。伊就执意来考劝因莫相拍的摩西讲：甚物人设立你做阮的领导者甲审判官？但是耶稣嘛捌安尼讲过，伊讲：我来毋是要来钓义人，乃是钓罪人。因为破病的人才需要医生，因为大家拢真期待。来得到医好破病就来得到医好。有罪人当然嘛真期待，就是赦罪或者是讲去互人讨办。你伫赦免进前，罪恶必须爱先被停止。就亲像但以理书12章第5节到13节的经文所讲。后来，我但以理看到两个人徛伫，一个伫河的这边，一个伫河的迄边。其中一个对另外徛伫河水顶面穿幼地布的衫，迄个人讲：才会记伊的事，什么时阵会实现？迄个徛伫河水顶面穿幼地布的衫的人，天来举双手。我听见伊指永活的主来宣誓讲：过3年半，就是残害遐个城的子民的势力结束的时，才一切的事拢会实现。我听到。未明白，就问讲：我的主，这个事的结局是会安怎？伊讲：但以理，你毋免操烦，因为伫末日以前，这个话拢会封密保密，一定会有真侪人得到洗清洁净，接受锻炼。毋过，歹人会继续做歹。这个事歹人未明白，只有智慧的人才会。对禁止逐日献祭互上帝，佮伫遐个地教灭无可恶的上迄日开始，就佮听候1290日。所有坚持到1335日的人真有福气。你呢，就坚持到结局的时，你会得到安息。到末日，你会搁起来享受你的福分。罪恶必须爱先被停止啦，日子必须爱满。忠心的人会通坚持到底，就比伫搁活了后会日得到上帝的赏赐。这是上帝互当初时
得罪伊、离开伊道路的以色列人所讲的话。上帝救恩上落尾是对耶稣基督所赏赐的，一摆献祭就互世间人的罪来通得到赦免。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伊的牺牲，互咱会通来得到自由，罪得到赦免。这是保罗伫以弗所书第1章第7节到14节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所讲的话。圣经讲，对基督通过伊的死，咱得到自由，罪过得到赦免。上帝的恩典实在真丰富，伊有将这个恩典充充足足来赐予咱。伊用逐款的智慧甲理解，照伊所欢喜的旨意，互咱知伊早就决定通过基督来完成奥妙的计划。这个计划，上帝要伫时机成熟的时阵来完成，通互天顶甲地上一切受造物尊基督做头，联合做一个，万物拢照上帝的计划甲决定来完成。上帝照伊大成决定的旨意，通过基督竞选阮来承接伊的基业。安尼是要互阮这个大成将望放伫基督的人，通上赞上帝的荣耀。通过基督，恁嘛有听到真理的信息，就是迄个互恁得到的福音。迄时恁有信，上帝就赐恁所应允的圣神，甲恁吸引，证明恁属于伊。圣神保证咱通承接上帝所应允的基业，直到互属于伊的人得到完全的自由，通上赞伊的荣耀。这就是上帝的应允，透过圣神的保证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救恩，互咱会通对过去毋捌上帝，甚至咱讲离开上帝道路的这个罪中间被赎回，得到赦免。诗篇107篇第1节到第2节、第3节、17节到22节，上赞上帝至善，恁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上帝所救赎的人，伊对得的手中救赎的人，对各国、对东、对西、对南、对北，所组织的人拢着安尼讲。17节，戆人因为因家己的过失，搁因为因的罪恶受苦楚，因厌恶逐款的食物，已经徛近死亡的门。因伫苦难的中间哀求上帝，伊就解救因脱离患难。伊出命令伊好因，救因脱离死亡。因为上主的慈爱，甲伊对世间人所做的奇事，人拢着称赞伊。愿因献感谢的祭，用欢喜的诗歌讲起伊的所做。感谢主，借着阮的耶稣基督，阮的主的宝血，来牺牲赏赐赦免的恩典，
阮会通伫上帝你的面头前坦然无惊，恳求上帝帮助阮会通来坚持伫恩典的道路顶悬，见证主赦免的恩典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